就像美国有一个叫做是费洛啊，就是他是第三党的候选人，应该说是个亿万富翁。为什么是他今天这么成功呢？他说他以前小的时候呢，他的母亲特别就是慷慨，然后当时美国有很多的流浪汉，然后每天都是他家里来了许许多多的，而且到后来的时候越来越多了。然后他们问就是为什么是最近有这么多的流浪汉到我家里来？然后这些流浪汉呢，他们习惯性的谁家是慷慨激昂、慷慨布施的话，在他们的家的门口上呢，就是打一个记号，就是所以后来他说是因为我们在你们的门口上打了记号，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火车站上也好，好多流浪汉啊，就是经常来他们要饭。然后当时菲罗觉得是那这样的话不行，以后可能我们家就成了这个流浪汉的基地了。他跟妈妈商量，就是说是好不好，我们最好把门口的那个记号就是擦掉吧，不然的话呢，以后可能流浪汉越来越多，怎么办？然后当时他的母亲非常善良，就是他说不应该这样的，人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暂时呢，他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遇到困难，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帮助他。就是这句话很重要的。后来呢，他一辈子都是用这句话，就是今天他的成功是由他的母亲的这句话影响的。他在人生当中是以这个作为支点的。我个人而言也是，确实他母亲的话是有非常深深的意义人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是他们暂时遇到而已。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尽量帮他们，就是那这句话，我想确实也是有些人现在可能地位上就是出现问题了，有些人经济上出现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认识的很多特别富贵的人，那今天就是他的企业有多少个亿，多少个亿那过2天就是一夜之间的话，那就是变成穷光蛋了，就是什么都没有。有些穷光蛋连饭都吃不起的人呢，一夜之间就是暴富了就自己也是得意洋洋，就是所以人生当中的所有的一切无常的话，那就是说实在就是也没有什么可得意傲慢就是有的很快的时间当中变成这样的。我们在座的人也现在算是成功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做到也很难说，就是变成乞丐也很难说，变成病人也很难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尽量的给予他人就是给予他人。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布施。